今仔日牧师讲到的主题是坐伫黑暗内底的百姓吼这进度的主题吼，听人敢若较迄个感觉，敢若这个百姓拢是无啥物款的压制伫内底吼，所以讲坐伫黑暗中的百姓。其实咱看咱即马全世界同款吼，逐日啊拢有真一寡代志出现吼，有的百姓拢真难过吼，所以咱今仔日信息内底有一条是197首吼，197首的信息的主题叫做列邦声势乱乱喧哗，意思讲迄阵仔是真乱的时代吼。这首信息是差不多16世纪迄阵仔伫英国的信息吼。咱会使想象，迄阵仔一定是伫英国，迄阵仔一定是真缭乱的一个世界，吼，所以有做这条信息。不过咱对这条信息来想一寡代志，上帝公义甲审判会来到这个缭乱的世界，吼。所以信息197首，因为这条信息吼有较侪迄个歌词，咱爱三角来做来读一解吼。内底有一寡咱爱读较清楚，来，咱做伙来看信息197首。第一节，咱做伙大声来念一解，来，列邦声势乱乱喧哗，人人空空着活，世上君王列国诸侯，同心自一计划，至尊上帝应该背日。各自来做对敌，离开圣经真多极远，如法所迫踹断所迫踹断这是第一节。第二节来，天顶主宰应坐冠位，藐视反叛当位千千万分受其谴责，刑罚真重到极。主讲，我立君王做大，威严坐伫顺山，主举铁管，严严治理，拍伊亲像飞去。来第三节，列王要来承受教示，官民要趁道理。一边欢喜，一边惊赢，敬畏上帝尊名，民主受气比火较烈，行了路中受灭，就紧紧来反悔降服，靠伊永远享福所以内底有几句话所以咱爱较领像爱注意，咱请听多一解
这是头一首，第二首吼，我讲咱今仔日的主题，牧师的主题是伫黑暗中的爬树吼。黑暗中咱上需要是啥？光吼。所以咱第二首是主在叫咱吼，544。这条信息我想真短，咱大家拢会晓唱。其中有一句话吼，下骹的所在咱看，这世间有黑暗，侪人着答。着答的意思是跋倒吼，会记得着答是跋倒吼。过来一人一角，毋是讲一人互你1箍啊，一角安尼吼。迄是讲一人一个角落吼，咱的光爱每一个人爱有一个角落吼。所以着答是跋倒吼，有光的时你就袂跋倒吼。来，咱来唱一解。主做光吼，伫这个黑暗中间，咱三个准备心来做礼拜。同心来敬拜上帝，祷告。
伊。伫伊三分的时求叫伊，海人就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就过换伊的念头，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伊，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变成圣免。三角的吟诗学老上帝，正诗197首，197首。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万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并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，并是一个死埋葬的动物，第三日对社中复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右边，伊要领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经，我信圣经，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的上通，做赦免，肉体的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请坐。大家用启应文4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46篇。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：伊造地，互地有形体。伊造的毋是混沌。伊安尼讲：我是上主，以外无别个。我无伫阮目，也是黑暗中甲恁讲。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。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天地的主，阮满心懊恼你，因为你至好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咧。凡那伫天顶、地下的，拢是你的，丰富尊贵，拢对你来。阮要感谢你，学了你荣光的名。慈悲怜悯的主，阮伫你的脚前认罪，阮行袂路，掠做会当挖好家己的沟。但是因为安尼，阮离开你的道路。求主赦免阮的罪，这拄阮拢总会不义。
求你用慈悲甲仁爱引率阮，互阮会当归向你。若有气力的主，阮恳求你，伫充满疫病的时代，求你赐落医治伫全地。有身体有病痛的人得到健康，互心灵受伤的人得到安慰。虽然世界摇动，但是你是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。求你赐落平安伫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。过一年过去，阮行过高山，行过山谷，有顺境，有逆境。感谢你毋捌放下阮。伫新的一年，无论阮有啥物期待、烦恼、计划也无，求主引导阮听你的声音，遵行你的旨意。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应讲。
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12到17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第3页，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12到17节。耶稣听见约翰关家，就提起家里衣，离开拿撒勒，伫加百农徛起。迄所在伫海边，伫西布伦甲约大利的交界，是要应验早土先知以赛亚所讲的，讲西布伦的地、约大利的地、沿海义的路、约旦的河外邦的加利利，会伫黑暗的百姓捌看见大光，就伫死荫的地下有光起来照因。对迄时，耶稣起头宣传讲：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就伫黑暗的百姓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有一出电影，20年前真轰动，叫做《魔戒》。伊是对英国牛津大学语言学的即个托尔金教授的文学作品来的。即个《魔戒》描写是一个真神奇的手指，当人挂起你的时，就会运行，别人无法度看见你。但是即个物件是一个邪恶的势力所创造的，所以这毋是一个死的手指，伊好亲像是活的，会调出迄个邪恶的气力。但是，即个邪恶的势力无说你将即个伊所创造的手指拍毋见，所以伫拍见的过程，不断有人想要得到伊，也是有人无意中来得到伊。但是，当这人将手指挂起你的时，拢会受到一个真强烈的试探。毋过非常矛盾的是，虽然因知影即个手指会带来一个试探，但是因阁无法度挂下，所以就陷入即个邪恶者的手中。然后就有一群即个使命团出现，一方面因爱去摧毁即个手指，另外一方面因嘛爱面对即个手指所带互因的试探。所以这是一个故事，伫记录讲每一个心灵伫承受对即个手指来的一个试探的故事。即个托尔金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伊透过一个安尼的故事来讲出基督教信仰内面关系对邪恶的看法。但是伊并无伫遐写讲邪恶是对倒位来，伊是强调咱内心的软弱，伊是强调咱不时拢爱甲即个邪恶的势力伫对抗。亲像即个故事内面的遮个人物，无论是小人物，也是英雄，也是遮真良心的代表，因拢爱面对即个试探。即个平凡小人物受的试探，有可能是家己的贪心有关系。但是遮大人物也是遮英雄，伫受试探的时，嘛毋是讲因有气力会当抵挡，反倒容易互表面看起来真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吸引。亲像有的人会摕着即个手指讲啊，当我有即个手指，我就用伊来消除罪恶，来恢复正义。所以安尼看起来是一个真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所以无论什么人，拢会爱甲即个手指所来的试探，伫遐来强烈伫遐奋斗。我感觉即个故事嘛好亲像伫讲咱的人生，因为咱的一生拢爱面对真侪试探，有时咱会赢过遮个试探，无互佫较侪歹来控制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会互试探来赢过。虽然表面上咱看起来活甲真光彩，但是咱实在是知影咱家己内在的状况。所以安怎赢过试探，无受试探的引诱，诚做真侪人伊一生想要超找的一个答案。但是咱佫靠佫安怎正面的思考，佫安怎靠佫安怎焦避的遮心理的知识，嘛无法度来解决一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有罪，罪的代价除了互咱爱面对死亡，罪嘛互咱永远无法度将家己对试探中间来抽离出来，甚至有可能互咱会哪来哪沉沦。但是今仔日咱看的即个马太福音第4章，前半段是讲耶稣受试探的过程。这段记事互咱带互咱真大一个信心。虽然咱家己无法度来面对、来抵挡试探，但是咱的主会当。所以咱若互主耶稣伫咱的内心做王，互伊来引带，
圣经有讲，细囝啊，恁是对上帝来，因为点伫恁的较大伫世间的，伫咱内面的比伫即个世界掌权搁较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毋免烦恼。但是，当咱面对这个试探，这个重点毋是在于讲即个代志会安怎发展，是咱受试探的过程。因为伫规个过程内面，魔鬼笑想的，毋是咱会发生什么代志，毋是你即个人拄着试探，你有什么款的结果，因为这甲伊拢无关系，伊袂关心。即个魔鬼伊想要爱的，伊的计谋就是讲，咱会当透过这个试探来离开上帝，并且是哪远哪好。所以咱来看魔鬼和耶稣的三个试探就知影。第一，耶稣已经禁食40天，非常枵，但是魔鬼和伊试探是啥？哦，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将这个石头变做饼。魔鬼伊心内所想的，毋是讲耶稣敢会当靠这食这石头变的饼来得着饱。第二，魔鬼耶稣对圣殿上悬的所在跳落来，因为你若真正是上帝的囝，一定有天使紧来扶你。毋过魔鬼关心的，毋是讲耶稣跳落来敢会受伤，敢有天使来保护伊的问题。所以这两个试探，互耶稣非常清楚魔鬼的用意，就是啥？爱耶稣听伊的话，然后去做出这个魔鬼所命令伊的话。所以耶稣知影讲，伊若听魔鬼的话，讲将这石头变做饼，真正对迄个悬的所在跳落来，这就是着魔鬼的计。因为这是魔鬼爱伊安尼做的，所以耶稣马上拒绝。但是伊安怎拒绝的？伊禁食40天啊，已经非常枵啊。伊袂当假sen讲，哎呀无呢，我袂枵呢。耶稣伊无否认家己的需要，但是伊用上帝的话来抵挡、来拒绝。伊讲，人的话毋若瓦靠饼，是瓦靠对上帝的嘴所出隆重的话。耶稣嘛知影讲，伊若跳落来，一定袂死，并且会引起轰动，真侪人来跟缀伊。但是伊拒绝魔鬼的邀请，伊用圣经的话讲，无得试主你的上帝。而这两个试探，耶稣拢表明伊拒绝成做魔鬼的奴仆。所以，这个魔鬼想讲，哎呀，安尼袂使，伊爱用第三个试探来显出伊真正的目的。伊甲耶稣讲：“你若拍落拜我，食的我拢互你。”兄弟姊妹，食的我拢互你，包括啥？食的人。耶稣只要拜魔鬼，伊就免遐尔辛苦出来传福音，因为食的我拢要互你啊，食的人拢要来跟缀你啊。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，但是耶稣明白这个魔鬼的用意，所以伊安怎讲？撒旦提去，因为有记载讲，就拜主你的上帝，独独服侍伊那定。兄弟姊妹。独独服侍伊那定，就是耶稣伫这段受试探经验中间的一个重点。耶稣透过抵挡魔鬼行动来甲咱讲，伫咱拄着试探的时，毋是一直去注目咱的境遇，是爱想着讲咱的主是啥，是爱想着讲咱的一生是最后爱向啥来交代。因为魔鬼试探咱上大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咱离开上帝，转向成做是伊的奴仆，来听伊的话，听伊的命令，一世人来受伊的使弄。所以这段经文，若是耶稣伫受试探，伊嘛咧提醒咱，咱嘛毋通着魔鬼的计，咱嘛毋通想讲家己有偌厉害，会甲抵挡魔鬼。因为连耶稣嘛无用伊家己的能力来拒绝魔鬼，耶稣是用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有气力，上帝的话互魔鬼无戏通搬，只好离开耶稣。伫咱每一天的生活内面，咱拢会拄着一寡的试探。哎呀，无要紧啦，这贪一下哪有关系咧？啊，只要我心中有上帝。我无去教会，嘛应该无要紧啦。这个代志一灰心二灰色，
咱渐渐大胆，就无搁将伊当作是一回事。但是，咱的生活若无尊主做大，这就是互魔鬼有机会会当坐伫咱内心的宝座，成做咱的主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试探毋是绝对会无好，试探会当帮助咱保持境界，并且伫试探中间，咱若倚靠耶稣，即个试探会当帮助咱搁较聚焦伫上帝，搁较自信伫上帝，并且互咱知影讲，咱的主是啥。耶稣受试探了后，伊就开始去传福音。另外，圣经嘛有甲咱讲，即个时间点是惊洗礼约翰互掠去关监的一个时间点。咱知惊洗礼约翰出来，伊的工作是为着耶稣开道路，所以当耶稣出来传福音，约翰的工作结束。这就是在讲新的时代开始啊！新的时代，耶稣出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，并且呼召人出来跟随伊。并且这个故事毋若是2000年前的故事，伊嘛延续到现代，耶稣继续伫呼召咱。可能你会想讲，哎呀，这个约翰哪遐尔衰？耶稣出来，伊就爱退场吗？并且是遐尔无好的结局，是互关监，并且了后，伊是互斩头来死的。但是这件代志绝对毋是偶然发生的，因为上帝的话早就讲啊。约翰伫当时虽然有真大影响力，但是约翰毋是弥赛亚，伫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伫伊了后来出现。所以第4章互咱看见即个马太福音的特色，就是为着要互这犹太人理解，马太引用旧约以赛亚先知的话。马太伫遐讲，西布伦的地、拿大利的地、沿海边的路、约旦的河湾、外邦的加利利，坐伫黑暗的百姓，捌看见大光，坐伫死荫的地下，有光起来照因。这章是对以赛亚第9章出来的，意思就是甲因讲，上帝救恩已经出现啊，人要看见上帝拯救的光。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甲当时的这犹太人讲，耶稣基督就是恁期待久久的迄个拯救，迄个光。所以伫遮咱看见马太是引用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的起头，但是这犹太的听众一听就会想起即个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下半段，因为因自细汉对圣经旧约圣经就非常的熟。所以因自然想起以赛亚所讲的下半段，就是讲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，伊要负担国境，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第下和平的人君。伊的国境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，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，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、保护伊，对大到永远。万军的上主要热心成即个事。伫遮早就讲好啊，上帝早就讲好，讲耶稣的工作毋是出伫人，嘛毋是受到什么局势影响，耶稣才出来。耶稣的出世，耶稣的工作，完全是上帝拯救的计划，并且这个计划早伫创造世界时，上帝早就已经定好好。所以这几个礼拜拢是对马太福音来看。伫马太福音伫圣诞节迄天，咱看见马太福音的第2章。这个为着咱出世的婴仔，是出世伫真温暖的所在吗？毋是，伊是出世伫一个互对待、无受欢迎的环境。但是伊为着咱来，关系耶稣的出世。伫旧约有300多位的所在，300多位的预言。这预言伫耶稣出世，伫耶稣出来传福音，伫耶稣互钉十字架了后，就完全的应验。伫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，讲负担国境，就是耶稣出来，伊是要来扛起上帝国的政权。但是毋但安尼，伊也要扛起咱性命的主权。当咱将咱的性命交予伊，伊就会负责到底，
并且伊嘛要扩展咱的性命，互咱会当超越咱原本家己所做的计划，甲咱的爽业。所以，即个婴仔若无为着咱出世，咱无法度想象即个世界，也是咱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代志。伫一个圣诞节的前早，有一个牧师伫伊的册房困去，然后伊迷茫，梦见一个耶稣从来毋捌来过的一个世界。伫梦中，伊看家己的厝内面竟然无任何圣诞节的装塔。伊行出去看见街路，嘛无看到任何的教会。伊佫转去伊的册房，伊册橱仔内面所有关系耶稣的册拢总无去。就伫伊感觉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的时，电铃突然间响啊！有一个囡仔来请伊讲：牧师，我的妈妈得要过身，请你紧紧过来。到伫迄个要临终的人的身躯边，牧师想要讲一句安慰的话，但是当伊拍开圣经，迄本圣经敢若到旧约的马拉基那尔，无福音，无盼望。伊只有徛伫即个得要过身的人的边仔，甲伊伫遐来绝望，伫遐提靠。即个人过身啊，个袂熟的是，伊徛伫伊的棺材边仔，但是伊嘛找袂到圣经内面有写国外天堂的经文，只有讲你本是桃粉，嘛要归伫桃粉。话伫迄时，即个牧师对梦中醒过来，伊哭出来：啊，耶稣，如果你无来，我阁有甚物款的愿望啊？真可惜，当这犹太人听见马太起头，因阁想起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预言，但是因无拍开内心的目睭，所以因无法度接受耶稣就是迄位要来的弥赛亚。到今因阁伫等待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遮活伫新约恩典时代基督徒，咱已经看见即个事实，咱嘛相信。但是即个相信袂当单仔停留伫咱头壳内理性的明白，咱爱互即位要来用伊的金甲头扛起上帝国的君王，入来咱的性命，掌管咱的性命。要互家己对家己的内心体位，这真正是无简单。因为咱时刻拢家己伫做主，咱时刻拢是为着家己来设想。但是咱会当透过研读圣经来学习，咱会当透过兄弟姊妹彼此的分享来提醒。所以，盼望伫圣诞节节期的时，当咱去迎接即位婴儿出世的时，咱嘛会当真正迎接伊入咱的心，坐咱内心的宝座。为什么咱需要迎接即个君王坐伫咱的宝座？因为即位君王是超越世上所有的君王，伊的权力嘛赢过政治上的权力。咱知伫世间政权的轮替，敢若是改朝换代，换另外一个王伫遐做王尔。但是耶稣做王，伊来是要互坐伫黑暗内面的百姓来看见大光。坐伫死荫的地下，有光起来照因。这是出自以赛亚第9章的第2节。坐伫黑暗的百姓，坐伫死荫的地下，这原文的意思拢是讲，遐个住伫黑暗、住伫死亡阴影内面的遮个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遮个人毋是伫讲遮以色列百姓尔，嘛是讲咱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伫面对死亡的阴影。咱若无盼望，咱若无即个国外盼望，即个死亡的阴影永远是倒卧伫咱无法度来进前。但是咱看见，当耶稣一做王，伊一掌权，伊就是徛伫，向所有的人，向所有互死亡阴影的人，伫遐宣告讲：恁无阁住伫黑暗的内面啊！今年的圣诞晚会。咱台语里小组的遮社青用一出的戏剧《Let It Shine》来做因伫圣诞节的演出。遮社青伫想即个剧本的时，
因用一个原则，就是讲耶稣基督是光，接受即个光的人，无搁住伫黑暗，伊会有改变，并且毋但安尼，上帝嘛会使用即个改变的人的光来影响四周围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拢已经看真侪，互上帝改变，互耶稣基督改变的实例。这实例拢互咱感觉讲，哇，足受到鼓励。哦，互我搁较肯定，上帝是有气力的上帝。但是今仔日，请咱换一个角度，请咱来想看卖咱家己。常常咱手指的是别人，哎呀，迄个基督徒莫安尼，伊实在无有资格会当称作是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。但是咱咧，咱敢嘛定定互人滑倒，但是咱无知觉。咱是毋是常常假好，亲像遐法利赛人，有一个敬虔的外表，但是咱内在较毋敢展开伫上帝面前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有互即个光来改变咧？其实圣经有一个上明显互光改变的人，就是保罗。保罗伊毋是歹人呢，甚至咱会当讲，伊是一个为着伊过去所认捌的上帝，大热心的一个人。伊遵守犹太律法，伊伫犹太人中间有非常悬的地位，伊嘛保护伊所相信的。所以当伊听见讲，竟然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出来传迄种真违背犹太宗教的代志的时，并且佫有遐尼侪人开始来跟随伊的时，保罗无法度忍受，开始掠遮个伊认为的遮乱动。但是就伫伊一届要去掠基督徒的路里，有大光出现，照伊跋倒，伊听见声音讲：扫罗，扫罗，你啥事困着我？保罗伊本来叫做扫罗，保罗讲：主啊，你是啥咧？这个声音应伊讲：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。安尼一个经验，互光照着的一个经验，保罗完全改变，并且伊毋是表面的改变哦，伊开始跟缀主耶稣，甲跟缀主耶稣的人带做伙学习，接受造就，然后伊受差派，开始去传福音，开始去起造教会。为什么讲伊毋是表面的信？因为这过程的中间，伊拄着真侪危险，这危险是危及伊的性命。但是咱看见伊无抽退，伊勇敢来接受主耶稣的呼召，甚至最后是为主来顺道。当然，兄弟姊妹，耶稣呼召咱，毋是爱咱为着伊来丧失性命来顺道。但是当咱看见这个光，当咱讲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伫咱内心有某一部分嘛是应该爱缀得死的。亲像加拉太书2章20节讲：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，我还搁伫活，毋是由原我，就是基督点伫我伫活。佮我现今伫肉体所为活，是在伫信耶稣的囝来活，伊捌疼我，替我献家己。兄弟姊妹，旧的咱敢有因为耶稣基督的光来照来死？会是咱永远带着旧的性、旧的脾气、旧的罪伫过咱的生活咧？盼望咱定定会当转来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伊互咱毋通因为已经得着救恩就感觉够额。咱爱亲像经说的约翰讲，恁着结迄号合治反悔的果子。所以求主的光搁一届来光照咱。最后，咱嘛知影，伫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段话，咱嘛知影。咱所服侍主，为什么咱需要邀请伊入来咱的内心做王做主？因为这位主要压制咱的重担。伫以赛亚第9章第4节有讲，伊所背重的担，甲肩胛顶、肩胛头的拐，以及压制伊的腿，你拢甲伊压制。这个你就是耶稣。伫高前中穿假的人的军装，甲高伫火内面的衫，拢要受烧做染火的柴。耶稣来要停止咱内心战场的这纷争。耶稣来要停止所有的战乱，所有的不安定。所
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将咱的重担交互伊，因为耶稣要解决这所有的一切，并且无论什么形式的战争、纷争，这个君王来，伊就要将所有一切动乱完全来解决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毋但是解决咱内心的问题，伊来嘛要改变规个团体、规个信仰的团体、规个社会、国家，甚至是规个世界的问题，互咱无阁受这个重担、分裂来忧闷、来拖磨。伊要享受互咱的是真实的平安、甲真实的喜乐。伫过去2个多月以来，咱的教会因为建堂的意愿，咱有产生无共款的看法。但是感谢上帝的保守，互咱伫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咱每一个人拢愿意用祈祷伫上帝面前来谦卑落来，来寻求主的旨意甲引带。但是毋是安尼就到业，咱要继续祈祷，继续敲吹，看上帝安怎来带领咱。所以伫今仔日周报内面有一篇小批的发文，咱做伙来起造咱的教会，就是希望讲咱伫准备咱即个硬体起造进前，咱会当准备好势，咱即个软体起造。即个软体毋是即个设备，即个软体是讲咱的性命。所以咱伫国内拜六暗时，咱有邀请林鸿信牧师来陪灵。咱希望讲，咱透过圣经的话，透过信心，搁一届起造，咱家己，咱即个人会当得到兴起。伫礼拜的即个讲道，咱嘛是邀请林鸿信牧师来陪灵。所以希望讲，兄弟姊妹会当借着这2场的陪灵，借着咱平常时会接受造就、读圣经、祈祷，互咱即个软体会当哪来哪健康。所以咱相信。耶稣即个君王，伊毋但要带互咱个人性命平安甲喜乐，伊嘛要带互咱的教会有平安有喜乐，伊嘛要带互咱所有咱活伫即个世界每一个教会，也是每一个国家也有平安喜乐。但是咱上重要就是祈祷，所以希望主的话伫咱的内心产生快乐，也帮助咱知影咱要安怎来向前行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今仔日这段话，甲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，搁一届来提醒阮。主，你是永远大的君王，你有气力，你会当改变阮人的性命，你嘛会当改变规个世界的这个纷争。主，恳求你入来阮的内心来做王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亲像坐伫黑暗中的人，突然间，阮互大光照着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兄弟姊妹会当立志伫新的年，阮愿意成做跟缀你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是咱要来补救啉，所以咱请咱的2位同工，就是相宜团体的好雅会会长，甲信歌队的周少宇队长来主的面前，伫人的面前，做伙来誓约。所以我所听的姊妹啊，恁着坚固，无忧喘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恁知着活伫主的，毋是空空。这是我要请问昌宜团体的好雅会会长，甲信歌队的队长周少宇，恁有要领受这2个职分？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？恁要领受这个职，恁着倚靠讲话头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做主，来尽恁的职务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山小会官兵，设立恁做相宜团体会长，甲信歌队的队长，希望恁伫谨慎恁家己本身的行为，甲主所交代恁的，常常关心伫主所交代恁的事工，尽力做主的工，来归荣光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即是要为着阮的姊妹，因负担伫昌宜团体的这个会长，也是信歌队的队长的职务。主啊，恳求你会当来赐福因对你来的智慧甲属灵的看见，
帮助因，互因无因为感情的困难来受到阻挡，互因相信因所服侍的是万权能的上帝。主恳求你甲遮姊妹同在，也祝福互因所负责的圣工，无论是相年团体，还是圣歌队，或者的同工，拢会当伫上帝、伫耶稣基督你的引带下面，会当来服侍你，会当来服侍兄弟姊妹。阮将这两位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互咱转过头，互咱来介绍，即位是相年团体的会长，好雅会会长，咱嘛替伊祈祷。周少宇是咱今年的圣歌队的队长，咱嘛为伊祈祷，请回座。咱下开酒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两遍。对迄时，耶稣起头宣传讲，应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了。马太福音第10章17节。对迄时，耶稣起头宣传讲，应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了。马太福音第10章17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唱诗540首，540首。国贤长老、嘉兴长老、林中正长老、赖玉凡执事、廖穗芬执事、杨义香长老、陈明奇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时报告。第一点，宣告组定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宣告分享祈祷会，请宣告组同工甲关心宣告的兄弟参加。第二点，小会定1月23日拜二早起9点半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，并且召开会员和会，迄日是联合礼拜。会员名单公布伫公布栏，若有错误也是漏交的，请甲小会书记徐静怡长老讲。无法度参加和会的，请事先请假。第三点，为着环保，2022年和会手册要用电子档代替纸本的，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，也是甲小会书记徐静怡长老，也是陈美玲牧师讲。登记到今仔日为止。第四点，教会定1月15日拜六暗时7点半到9点，甲1月16日拜二早起礼拜中要邀请林鸿信牧师陪灵，请兄弟参加。第五点，小会已经决定建堂委员会组织召集人1位，甲副召集人1位，并且聘顾问几位，下面设立推广、建筑、财务、行政4个组，由长职、会友、专家选派几位来担任。有意愿也是有推荐人选加入委员会的，请伫1月22日拜六定陈美玲牧师报名，互小会审查甲应聘。第六点，内医理小组定1月13日拜四暗时7点半，要邀请黄柏威心理师专讲甜蜜危机谈恐怖情人，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参加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长职订正。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侍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，就是刘延丽老师的哥哥因全家，互咱请伊徛起来坐伫顶悬，互咱拍拍欢迎。伫遮咱今仔日咱的周报嘛有看到讲，江风波兄弟，互咱将伊的会籍对艋舺教会刷到本教会，这实在是真抱歉，因为风波兄伫咱的教会聚会几啊10年，但是咱从来毋捌想到讲伊毋是咱上山教会的会友，咱就想讲伊就是上山教会的会友，所以安尼一查，原来伊还未将会籍刷过来，所以经过这几啊个月的安尼刷籍，咱就是正式将伊来刷伫咱的本教会，所以咱搁一届欢迎风波兄来正做咱上山教会。好，转来咱嘛有一件真咱的这个信仰大家庭真悲伤的代志，就是总会长老的妈妈邓春金姊妹，伊伫1月8号来奉主恩调。这互咱感觉真意外因为咱顶礼拜拢有看到伊，顶礼拜煞我甲伊讲，阿嬷爱穿较少的，因为会介寒呢。但是无想到伫1月初8，因迄天伊感觉身躯无啥爽快，所以厝内人将伊送到病院了后，伊伫迄天就过身。所以虽然咱感觉真遗憾、真意外，但是咱嘛感谢上帝，互伊无受到太过大的一个折磨，互伊伫真平安、困眠的中间就互主接去。所以咱嘛为着总会长老因全家来祈祷。失去妈妈这是真大的悲伤，咱恳求主会当安慰扶持因全家，嘛为着接续落来的这个别礼拜这个事来祈祷。所以咱这时咱为着咱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互咱一开始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互咱知影这个疫情，互咱非常惊吓，咱恳求主保守，互伊恳求主嘛，会当互这个疫情会当来停止，互咱相信咱上帝有权能，咱只有伫伊的面前来认罪来祈祷，求主的怜悯。咱嘛佫为着世界宣教师来祈祷，互真侪宣教师因的性命来分地主，咱为因来祈祷。嘛为着翻译姊妹培文，为着带院的幼群，嘛为着身躯欠安的世平兄、蔡庄杰、明珠姐、俊贤兄、邱菊杰、邱玉杰、应轩、美莲姐、
钟贵哥，美莲姐今仔日嘛有转来伫咱的中间吼，那么该拍鼓啊，甲鼓励吼，伊的骹吼有刮倒吼，啊骨折啊，经过这几啊个月的休养吼，伊即摆当行路真好势，互咱继续为伊祈祷。嘛为着钟贵兄、庆和兄、秀恩姐、志金姐、铁雄兄、张老师、米霞姐、米兰姐、邓妈妈、公基姐、陈其雄长老、阿淑姐、以礼、顺梅姐、方梅姐、谢丁兄。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丽珍、美珍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来祈祷吼。后面这几位有的是咱的兄弟姊妹的朋友吼、亲人吼，咱嘛为着因来祈祷。最后咱嘛为着总会长老的因全家来祈祷，吼，所以咱开嘴为着这个事，为着这个集体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赏赐你的话，搁一届来帮助阮。主，阮邀请你入来阮的心中来做王，将做阮的引带。主，阮无搁倚靠家己，阮要倚靠你。所以阮相信，当阮祈祷的时，你要听，你要怜悯。主，阮要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。你看见，无论是世界，也是阮的台湾，这几工阮受到疫情非常大的影响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，恳求你看见阮伫你面前的哀求。主，阮知影，阮无法度搁担当安尼一个真大的一个疫情。主，恳求你的怜悯，主，恳求你来帮助，互伫病痛、伫即个疫情中间染病遮的人，互因紧紧恢复健康；互失去亲人的遮个家庭，也互因得到主你的安慰；互真侪伫研究的遮个科学、医学的人员，也互因有智慧；也伫病院的遮个医疗人员，也互因有好的即个抵抗力，会当来抵挡遮个病、遮个疫情的遮个灾厄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，互阮虽然生活伫即个真不安的时代，但是互阮无惊吓，互阮相信上帝你伫即个世界做主，你还得引带，所以互阮对你也有信心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恳求你引带阮的教会，无论伫事工，也是未来阮的建堂的计划。主，恳求你拢引带阮，阮无靠家己，阮只有倚靠你。阮知影，阮靠人，阮实在无法度来想象，阮要安怎来成这个事。总是主，阮相信你过去安怎引带阮上山教会100万年的安尼历史，你未来你也要共款来引带。恳求你，互阮学习幸福伫你的引带下面。阮嘛要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主，恳求你来帮助安慰总会长老因的全家。伫意外中间失去因的老母，这真正是非常大的悲伤。主，恳求你擦去因的目屎，帮助因，也互因有国外的愿望，相信邓妈妈伊春金节伊无搁伫病痛中间，伊已经伫主你的怀抱的中间。主，恳求你引带伊，保守伊，互因规家会当伫主你的面前来得到安慰。也为着病痛中间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赏赐你的医治伫因的身上，帮助因伫厝里，也是伫病院的疗养，拢会当得到主你的看顾。主，因也要为着心灵忧伤的人来祈祷。这个兄弟姊妹虽然无入伫阮的大道的名单，总是主你拢知。主，就恳求你安慰因，扶持因，开因的心门，你的医治进入因的内面，将做因的愿望甲医治。主，恳求你看顾阮所有兄弟姊妹，帮助阮伫即个黑暗的时代，阮已经得到救恩的，阮就应该出来，成做别人的光，成做别人会当明白耶稣的管道。恳求你使用阮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是来经圣诗，圣诗390首，圣诗390首。有时后请牧师长老，请起立祈祷。
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信息的相通，甲你永远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